顾建堂若能领兵，最坐立不安的不是京城，而是北凉。顾将军告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说是着了凉。着凉？哎呀，天下用到第一人也能着凉。哼，这种时候还想着自保。陛下怎么说？送了药，让他好好养病。好，不用顾建堂也行。我那奏章里还有一人可用，若调此人，定能平定蜀地。更重要，以其人之才，或能动摇北凉格局。将军，陈将军足下，西蜀叛乱寇边，余觉朝廷将派入蜀平息战乱，足下可请缨出征，余将于朝堂之上力荐足下，成为本朝第2个异姓王，不再受北凉王牵制。张巨鹿，亲笔。臣之报，军威极盛，名望愈隆，实为北凉军中第2人。若加封官爵，令他率本部前往蜀地平乱，北凉军中或将分崩离析，自相为敌。陛下也夸赞宰辅之策，老臣很辣。既然如此，可尽快传召。无论北凉如何应对，军心都会生乱。只是陛下也有些顾虑啊。有什么顾虑？徐骁尚在，臣之报未必敢接旨。未必，就未必这2字吗？终究，臣之报是徐骁的义子，此种争斗，父子都有，何况义子？其中多少听我苦苦，功就一壶。试问你万将相击后土，山上有土，云间水户，其尊江山如虎，珍珠是虎，血淋红炉，俯首难了生苦，十万公路。大将军回来了！
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刚回来，正好赶上凑个热闹。哎，你们这是哪一出啊？练兵。练兵？是。赤后营分队列入林，林中交战。林子里事先也准备了一些别的比拼手段，这就是一种。啊，那输赢怎么算啊？赢了吃肉。大将军归来，如今已在林内。要不要去迎接大将军？哎，别愣着，继续来。大将军，您先放手吧。你们这儿人少，我不插手，你们肯定输。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人多人少都是天定。这是陈之豹的练兵法子。是。这小子人呢？人在高塔，统观全局。好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是。哼，站那么高干什么？北凉之地必定兴许。陛下的意思是待徐骁死后，再用改辅之策，让陈之豹和徐凤年两虎相争。那现在呢？蜀地之乱总要有人领兵啊。有人提议啊，根据目前情势，未必动用大军。蜀地一直很乱，今日之事只是因为那个西楚公主。若是西楚公主一死，那些人毕竟还是一盘散沙。刺杀？正是。找一人杀了西楚公主，然后再从中斡旋，消弭乱局。曹长青在，怎么杀呀？怎么杀？我也不知。谁人提？不是我。哼。寒雕寺呢？寒雕寺。借江入海，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武帝城。那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数十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，无人能战胜黄险之人。这城墙之上，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。
朝的剑匣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连棋都不下了？暂时看不清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？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。是吗？信写的什么，并不重要。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。这个张载甫啊，梳理国事算他是一把好手，但论起勾心斗角来，就这重了。这不是诡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。信不重要，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，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。只要我徐骁不死，北凉就乱不了。你回北凉以来，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，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人还在不在营帐之中？你看不清的棋局，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？是你儿子。凤年，咋了？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。轩辕家，龙虎山。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，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这臭小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连你我都能瞒住，哼，青出于蓝呐！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。你娘死了，我过来了。大将军，三军将士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开拔。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人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算来，他应该到武帝城了。相隔千里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。下场后到岳行经一盏茶，便能进城。不走那边。
那该怎么走？绕路，走西门。好。西门有什么特别？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。这城门无人把守吗？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，没有护城之军。王先知一人便胜一军之力。您看这画眼熟吗？这画这字都熟。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？也来武帝城了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，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。王先知不在乎这些，这字儿。算了，不管他。咱们进城。世子，还是让凤子营跟着吧。凤子营进城，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。老黄就是一个人进的城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是败给王先知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鼓楼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建之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。他们要拦我，你以为呢？还能还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先知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一碗酒。
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魏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可别来晚了。不会，李淳罡与王仙芝动手，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。我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桃花现神。邓太阿。主将红甲，见过前辈。前辈不进城吗？我若进城，里面2位无法尽兴出手。是。这位也来了，武帝城怕是要大乱。越乱越好，先找到徐凤年。这位公子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武帝城楼，和王仙芝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000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！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2个碗，谢谢。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
看着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全吃了，好疯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王。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黄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。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到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您烤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黄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老黄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你自己告诉他，
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就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王先知，敢问何为9天之月下垂？何为4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终于找到了，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先知说的话？9天之云，4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先知，相爷我不在乎你的规矩，今日我来就一定要取回剑匣。你要敢拦，相爷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。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先知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2王先知。王先知，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先知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城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借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
李淳罡来访东海，借着满臣剑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。都行。当是最强一战。风景不错，就这儿了。可惜，这么多剑，少条胳膊没事。春秋不同啊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淳罡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。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重立，有意思。请出手。且看我一剑破之。李剑神、王先知，这些都快不是人了。唉，神仙打神仙的，咱们打咱们的。好活，当赏。这么快没人了？都去了海边，向就近观战。
咱们也该办事了。请世子发令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，挺危险的，要不你别去了？我愿与大哥共进退。好，共进退好呀。徐凤年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李哲刚不在，不动手吗？人家身边那么多人呢，急什么？他要登城墙，那些武龙定会出手阻拦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边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
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，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放人了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了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互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
全甲。青梅卓马，春水朝露桃花，起。怎么不倒了？那一尾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。多谢前辈一剑之恩。多谢前辈6剑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是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剑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这是你的。
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，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着什么了？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扔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天里辛苦。